下来继续来看非洲的国家肯亚，最近变一场的大雨，这个溪水中大水，有一个半岛伫个瞬间变做孤岛，有真侪长暗落都掉伫个岛顶。当地野生动物服务署甲美国动保团体来联手，展开着抢救长暗落的大作战。 真侪保育人员摕真长佮粗的扫啊，拼死伫咧游，比因悬7倍吉林鹿。吉林鹿的身躯一直震动，就算用布条甲伊的目睭往掉的，伊嘛是看起来足惊吓的。保育人员豆豆啊带吉林鹿行去停伫咧岸边的竹牌啊。 这只吉林鹿本来住的所在是非洲昆阿的一个半岛，因为上一场大雨，互溪水涨起来，半岛向变孤岛。几啊只吉林鹿掉伫咧岛屿，就惊因会咬死。当地野生动物服务署和美国动保团体合作，做伙来甲因抢救。甲一只吉林鹿送去地面，门拍开，吉林鹿欢喜走去草坡啊，互现场真侪人拢伫咧拍扑啊。 大家笑甲真欢喜，因为用真侪功夫抢救吉林鹿，嘛总算甲因送去安全的所在。